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，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，这是一场以文化为主体的社会运动。这也是台湾历史上头一遍要改变文化来当作诉求的选战。我要大家讲哦，选举选啊剩要投票剩20几天啦吼。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吼，从我心内想要讲的话。奥巴马伫2008年选美国总统的时阵，伊用一个字来代表伊的选举，叫做 change 改变。我家己徛伫这台顶，我要用一个字来代表我的选举，叫做 choice，CHOICE 选择。这场选举是台湾历史方向的选择，是台湾社会价值的选择。为什么讲是台湾历史方向的选择呢？因为目前国民党虽然安尼七副八副吼，但民调还是落后超过10%。伫咧这个情形下，其实哦，国民党会使布的步数啊，出过几项。第一，抹黑，反正吼，伊个钱都毋知无限的，是广告一直买，报纸买，电视买，家暴吼，规工哦，反正吼3分真7分假，所以黑死命吼，广告买广告抹黑，这头一步。第二步，绑桩。不管是里长啦吼，食免钱的，我相信这吼过去大家知啦吼。所以吼，当然这买票我是唔知影啦吼，到底伊要最后要买我唔知影。啊，搁一个赌盘，但是吼，过过去伊使用的迄步数吼，大概就这几招啦。但是啊，只有靠这一些哦还不会有。国民党要赢，他剩最后一招，把这个选战哦拉回蓝绿对决，拉回吼意识形态的对立。但是我问大家吼，这个问题。过去20年，台湾社会上大的问题是啥？那不就是蓝绿恶斗吗？而且常常就是斗到没有是非、没有道理啊！如果有人坚持要打悲情牌，坚持要把这场选举拉回蓝绿，我的意见呢，哈，我们就让它留在历史，我们一起往团结和谐的新时代前进。这是头家。所以。这场选举是台湾历史方向的选择，你是在选择往后退，退到蓝绿，还是往前进，追求一个团结和谐的新时代？所以这是台湾历史方向的选择，这头一项。第二项，这是台湾社会价值的选择。其实哦，在台湾的选举历史上哦，从来没有一次选举2个候选人的对比这么的强烈。这实在是哦，这是天佑台湾，你知道？有人在讲，柯文哲，啊，你这场选举哦，你讲我们这场选举是要打阶级战争，是要打那个平民对权贵。我要跟大家讲，不是，这场选举是拍台湾社会价值的选择，这是真对假，公义对不公不义，白手对白惨。白色力量对白色恐怖，我一项甲你们讲。2013年去年啦吼，台湾社会代表字是啥？假，因为吼，甲年底的时阵哦，媒体就会做迄个吼民意调查，伊讲吼，咱选一个字吼来代表吼，咱今年是台湾社会。去年台湾社会选出个字吼叫假，其实我看起吼。对方嘛是继续在延续这一条路。我去吼台北市政府吼去登记候选人，你知啊？结果连胜文的财产登记出来跟我一样多，你相信吗？伊财产叫我比追，为什么我是骑脚踏车，他是开保时捷的？他住在地堡，名下没有房子；他开保时捷，名下没有车子；他财产有1亿多，奇怪。到现在为止，他都不敢公布他的财产清单。伊咧讲我 M114就按了，他讲一大堆，我讲好，我叫你对象，我公布我的财产清单，我公布我的所得清单，我公布我的竞选经费，我公布我的台内边所有效果的事务，我叫你对象，过来换你，伊全揪去，全无去。好大吼，我叫你对象。所以哦，这场是真对假，伊都无一项假的。财产申报也是假的，伊都全身我是排泄讲哦，他的什么算了，我讲伊规身不全假的，连那个网军你知道？哦，你讲我的网军
讲到最后，网军是他的。过来哦，这场选举是公义对不公不义。他说有钱不是罪过，我说废话，当然我知道。比尔盖茨很有钱啊，我会说他有问题吗？台湾的有几人专有公司、专有行号。王永庆很有钱，他的公司叫做台塑，叫做长庚。许文龙很有钱，他的公司叫做奇美。郭台铭很有钱，他的公司叫做鸿海。我问你，恁连家你遐有钱，你公司叫什么名？我啦。有人讲这国民党，我也是。你嫌公司都无，你财产哪里来？这是公义对不公不义的。过来吼，这是白手对白贼。不管我偌巧，我要考到台大医学系吼，我来做读书的，你知道？我吼考上台大医学系，我为实习医师、住院医师、总医师、主治医师，我来讲吼，我生啊资历，我论文来写200篇，才升啊教授呢。我问你吼。你从美国回来，第一个工作叫做董事长，这敢有道理？我是白手起家，你是白菜的，我来讲。过来哦，这是白色力量对白色恐怖，我徛在台顶，我也没有我可以没有颜色，大家拢会使来入股，会使来参加。我的办公室哦，一半的人哦是马路捡来的，你知道？我就海选的，我就打开，我就大家拢会使来参加。我来讲哦。你敢为了要对付柯文哲，我伫台内面迄个助理要剪掉传讯8次，你拍我袂到，你拍我助理。你为了要对付柯文哲，你甲台内一定调去立法院，你甲发起一工。你为了要对付柯文哲，你甲审计部叫来，头一面甲骂讲你是混吃等死，伊讲好啊，我回来查2礼拜，伊讲查无不法，伊讲你是那个什么，我无安讲，佮甲骂一顿，你知道？伊讲你这是耍赖，伊讲好啊，我认真查，佮查查，讲可是我真的查不出有什么问题。伊讲你调台大串供，我问你哦，中华民国审计部的部长不是你们国民党自己提名自己选出来的吗？你甲我的办公室窃听，你甲我的竞选总部你嘛窃听，我问你，罗淑蕾资料是哪里来？这就是白色恐怖。我大家讲，我大家讲来吼。本来我一个好人伫台内咧做医生，你就甲按弄来弄去，你甲卫生局、卫生署、医社会、监察院、立法院、地检处、工程会、调查局、医师惩戒委员会，你甲伊抄一抄，抄到最后才比对台北市长候选人。柯市长，我们是不是要喊柯市长啊？对啊。我讲哦，但是我同你讲哦，这场选举上重要2个字，相信。啥叫相信？你知影？相信你手中这张票，会使决定家己的命运。相信你手中这张选票，会使改变台湾的命运。我同你讲，这场选举，台湾人要做台湾这片土地主人，就是安尼尔。11月2号。改变成真，选择柯文哲，台湾人要做台湾这片土地主人，就是安尼尔。多谢各位。